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水的秘书啦。大家最近过了好无？人生难免会拄到一寡甲家己较袂合的人。啊，阮办公室最近有2个同事，就定定咧冤家。咱会当讲这2个人逐工拢冤家路济，冤家路济，冤家路济。汉字写作冤家路济，罗马字写作冤家路济。冤甲家拢是第1条，罗第5条，济第3条。冤家路济就是2个人袂合，定定冤甲足厉害的意思。嘛有人讲冤家娘济，朋友拄斗阵，感情通常拢真好。定定听到查甫会用兄弟互相称呼的，咱讲是你兄我弟。做伙食啦，3摆兄弟。查某囡仔之间的好朋友，咱讲查某囡仔伴。像秘书我细汉的时阵，上介意甲我足捌字的囡仔伴算做伙，阮会去拍球、耍干乐等等。逐个人的生活背景无同，有时阵嘛无啥物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感觉甲这个人袂合，定定意见无同。这种状况，咱会讲无对同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互相针对对方，这叫做相答。听到也无算严重，若搁较严重，讲话愈来愈大声，开始冤家叫做大细声。相让，这个时阵就要有人出来做公亲，可能人讲好，无若个继续冤落去，就真歹收煞。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复习。冤家路济，你兄我弟，查某囡仔伴，无对同。相答，大细声，相让，做公亲，做人真正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咱爱互相体谅，有代志就好好啊讲，尽量莫冤家，心情较快活。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